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唔知道大家會係響咩時候感謝神嘅呢？去飲茶唔使排隊嗰陣，或者揸車返嚟加林邊道見到有咪標位泊啊，定係話食到個平靚正嘅榴蓮呢？係嘅，我哋會為生活日常去感恩感謝神，尤其是係當我哋心想事成嗰陣，特別會感謝神。但係當我哋如果喺困苦裏邊、患難裏邊，或者被人攻擊、生活或者喺工作上高遇到咧無力感嗰陣，甚至我哋懷疑神呢一刻響邊度嗰陣，我哋仲會唔會感謝神呢？當我哋身患惡疾嗰陣，係咪仲可以繼續感謝神呢？詩篇103篇係一首咧感情真摯嘅讚美詩。弟兄姊妹，詩人大衛響呢一首詩裏邊，佢提到佢稱頌神係因為咧神喺佢肉體痛苦、疾病或者係生死邊緣裏邊拯救咗佢。但係詩人大衛同樣提到要喺逆境或者喺平淡嘅日子裏邊咧繼續讚美神、稱頌神，唔好忘記神嘅恩典。對今日嘅我哋有啲咩嘅提醒呢？我哋一齊嚟認識下呢一首詩篇嘅特色先啦。詩篇103篇係一首讚美詩，呢首詩咧係喺詩篇嘅第4卷嘅結尾段落。我哋重溫一下第3卷書到最後，其實係一個悲劇嘅結局。就係國破家亡嘅被擄百姓，佢哋質疑神對大衛嘅應許係咪已經落空？佢哋當時係面對極大嘅信仰同埋信心危機。而第4卷嘅編排就係為咗回應呢個危機。詩篇嘅編輯佢先以詩篇90篇摩西嘅禱文，我哋之前已經係查考過，去提醒百姓，神先至係咧百姓永恆嘅家，最可靠嘅家。之後咧，詩篇第93至99篇宣告耶和華作王了。即使地上冇王，天上嘅神依然咧係穩固可靠嘅。而詩篇103篇放喺第4卷嘅尾聲，就係要響百姓經歷國破家亡，覺得被神離棄啦呢段咁痛苦嘅歷史裏邊，大聲宣告地上嘅君王會失敗，但係天上嘅神佢嘅寶座係永不動搖。我哋嘅生命雖然好似咧草咁短暫，但係上帝佢嘅慈愛 Hesed 同埋佢嘅赦免咧係永恆不變。使到呢啲喺絕望中流散嘅百姓重新建立咗對神主權嘅信心。我哋又睇下咧，佢之前詩篇第101、102篇嘅內容係點樣嘅？詩篇第101篇係大衛嘅詩啦，係一首咧君王嘅盟誓詩，內容係強調君王或者係領袖咧要有公義同埋聖潔嘅治理標準。而102篇呢，係一首咧困苦人嘅祈禱，係一首咧表達極度痛苦軟弱，感到咧被神離棄嘅哀歌。而本詩即係我哋呢篇詩篇103篇，大衛呢一首嘅讚美詩咧，就係咧回應咗呢兩首詩，上帝係絕望百姓嘅拯救。我哋一齊又嚟認識下呢一首詩嘅文學特色先。首先就係咧佢嗰個嘅首尾呼應結構啦嚇。我哋詩篇103篇咧係以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出現過幾多次啊？大家有冇數過啊？3次喎。喺第1節、第2節同埋咧第22節呢一三節裏邊咧互相呼應貫穿咗成首詩，就係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形成咗一個好完美嘅文學嘅我哋叫做閉環嘅結構，強調咧讚美應該係由內心出發，最後咧係擴展到咧係天上地下全宇宙都要讚美神。另外一個特色咧就係原來咧詩篇103篇同埋104篇咧係被稱為一個叫做雙子詩Twin Psalms 啊，因為咧佢哋喺結構同埋主題上係完全對應嘅，同埋係對稱嘅。我哋睇到呢個圖表啦，首尾呼應嘅嗱。我哋呢首詩咧103篇就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喺開始同結束你會見到。而104篇咧又係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用呢一句咧嚟開始同埋結束。跟住個讚頌核心咧就係我哋呢首詩咧就係救贖
主將個 focus 放喺救贖主度啦。104篇咧就放喺創造主嗰度啦。而核心裏邊嘅焦點咧就係詩篇103篇係關注神嘅 hesed 啦，罪嘅赦免啦，同埋喺歷史中裏邊對人類嘅救贖啦。而104篇咧主要係講到神嘅智慧喺自然界嗰個供應同埋秩序啦。如果對於人嚟講，亦都有提到嘅喎，喺103篇提到人係塵土啦，而104篇咧都有提到咧，人最後其實都係要歸於塵土，需要神嘅喎，需要神嘅靈，需要神嘅憐恤嘅。另外一度咧，文學特色咧就係你會見到佢有一個叫做完全嘅結構設計。咩叫完全嘅結構設計咧？嗱，成首詩咧103篇咧，大家睇到有幾多節啊？22節喎，22節咧，原來咧22呢個數字咧對希伯來人有特別嘅意思嘅喎，所以咧詩人咧係好刻意將呢一首詩寫成22節嘅。嗱，喺舊約嘅希伯來文詩歌傳統啦，22呢個數字嘅設計咧，同埋咧喺古希伯來文嘅文學修辭裏邊咧，都有一定嘅好深厚嘅神學含義。係咩咧？原來咧希伯來嘅字母咧有22個，嗱，英文我哋就有26個字母咧，A to Z 係咪？希伯來文嘅字母咧係有22個嘅，所以咧以22節去寫成一首詩歌，表達咗咩咧？就係叫做從頭到尾嘅完全啊！從頭到尾嘅完全啊，係啦，相當於就係英文由 A 到 Z 一樣啦，即係一個完全嘅一個嘅結構嘅設計嚟嘅。咁咧呢一個22呢個數字咧喺猶太文化裏邊咧叫做咩咧？叫做要用人類語言所能夠組合嘅一切可能性，用盡所有嘅詞彙嚟竭力全力讚美耶和華。係啦，嗱，原來呢一個嘅完全嘅設計咧，係有呢個咁樣嘅含義。因為點解要用到咁完全嘅情況去讚美神啊？因為神恩好浩大，神赦免人啦、醫治人啦、救贖人啦，佢嘅慈愛啦，佢滿足百姓所需要一切啦。所以咧，詩人咧，佢要用一個完全，用一個毫無保留嘅結構去承載呢一首詩嘅內容啊。而另外一個角度咧，就係神用一個完全嘅慈愛 hesed 嚟愛人類嘅生命，一個好似草一樣咁短暫人生嘅人類嘅生命，好有意思嚇。跟住咧，我哋落嚟咧去睇一睇呢一首詩嘅內容結構。嗱，呢一首詩咧，佢呈現出一種咧係由個人推到去咧宇宙呢一個層面，一個同心圓交叉嘅結構，而且係一種咧非常對稱嘅結構。我哋一齊又嚟睇下。先嚟咧，你會見到 A 同埋 B 咧嚇，先嚟咧就係個人嘅靈魂甦醒同埋呼召啊！呢度咧嚇，詩人一開始係對自己嘅心説話，命令自己嘅心，你要稱頌神嘅名，唔好忘記神一切嘅恩惠，係從個人嘅角度出發。跟住去到第3至5節啦，神對詩人個人嘅具體嘅拯救同埋恩惠有乜嘢啊？咁呢度咧就提到嗰個原因啊，因為咧神咧赦免詩人嘅罪，醫治詩人嘅疾病，拯救詩人嘅性命，並且咧以慈愛冠冕同埋好嘅嘢去滿足咧詩人嘅身心上嘅需要。去到中間位啦，C 嗰度啦，就6至8節嗰度咧就提到神嘅公義啦，同埋咧佢嘅啟示。詩人咧讚頌神、讚美神啊嚇。神咧就向咧逼迫者咧去施行公義啦，向摩西同埋以色列咧去顯明佢嘅作為啦，顯明佢嘅憐憫同埋慈愛啦。之後去到呢個位咧，你就發現咧，詩人佢就將嗰個嘅焦點咧，由個人嘅層面咧就推向咩啊？推向群體咯嚇。就去由9至18節嗰度咧，就係提到咧神對群體同埋世人嘅浩大憐憫啦。嚟到呢度，詩人從佢個人嘅讚美轉為百姓同埋世人都要讚美神。百姓讚美神嘅慈愛，因為咧神咧不長久責備以色列百姓，神叫啲罪嘅念頭遠離佢嘅百姓，係嘛？詩人讚美神對百姓同埋世人嘅 hesed 永恆不變。
去到群體同世人都唔夠，詩人再將呢一個讚美嘅要求再推上一層。喺第19到22節嗰度，詩人提到神要將呢個讚美嘅群體延伸到去天上高啊！天上地下都要讚美耶和華。詩人吩咐天使天軍萬民同埋受造嘅萬物一同讚美神。所以你睇到呢一首詩係好完整嘅對稱結構，由個人去到宇宙，甚至咧天上高咁樣發展開去嘅吓。好，咁我哋一齊咧又嚟認識下呢22節經文先。先嚟我哋睇下第1至5節，係詩人大衛個人嘅感恩讚頌啦。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裏邊的都要稱頌他的聖名。呢度出現嗰個心字，嗱、呢個心咧，同我哋所中文理解嗰個心咧係有啲唔同嘅吓。我哋中文個心咧係有兩個意思，一就係指心臟，二其實係指我哋嘅心思意念，係嘛？咁我哋要睇下從希伯來文化去點樣去理解心呢個字。嗱，從希伯來人嘅觀念裏邊咧，一個人咧，佢嘅身體同靈魂咧，係人唔係身體同靈魂分開嘅嘢嚟嘅，即係身體同靈魂咧係黐住，所以咧心咧係指到咧，成個人。成個人指到我嘅呼吸啦，我哋嘅情感啦，我哋嘅骨同埋肉啦，我哋嘅意志啦，同埋我哋理智嘅呢啲咁多嘢嘅整合總合體呢個咧就係心啦。所以咧，當大衛話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佢唔係講緊話我要喺心裏邊咧默默讚美神，身體咧就可以做其他嘢，唔係，而係咧話我嘅呼吸、我嘅情感、我嘅靈魂、我嘅身體、我整個人、我整個生命，我都要全部投入去讚美神。如果我哋從字源學角度去睇，心希伯來文呢個字嘅字根咧，其實咧係有喉嚨同埋頸呢嘅意思嘅喉嚨同頸嘅意思。詩人喺呢度咧，其實咧就俾到一個文學畫面，我哋睇到，其實係講緊咩咧？只要我仲有一口氣喺我嘅喉嚨度，我都要大聲盡情呼吸，向神唱詩歌。係呢個就係心啦。另外一個字我哋認識下就係稱頌啦。稱頌咧唔係用把口嚟讚美，呢個叫稱頌。我哋睇翻希伯來文嘅原文字，意思其實係講緊膝頭哥。所以咧稱頌呢度咧，其實係有一個行動、一個行為出現，就係屈膝跪拜。係啊，喺呢度係指到咧謙卑屈膝敬拜尊崇耶和華嘅意思。另外一個字咧就係裏面啦。呢個裏面呢個字咧喺希伯來語句裏邊咧，其實係指到人身體裏邊嘅內臟啊，心肝脾肺腎，即係講緊。喺古希伯來人嘅觀念裏邊咧，人嘅情感、思維、意志、靈性，唔係咧喺一啲叫做抽象嘅心靈裏邊嘅，而係咧呢啲咁嘅嘢咧係好具體，佢哋認為係好具體咁樣存在喺身體嘅每一嚿內臟裏邊嘅。咁所以裏面嘅意思係指到咧詩人嘅思維、情感都要咧去讚美神咁解。喺第2節，我哋又會睇到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一切嘅恩惠。忘記咧喺舊約裏邊呢個字出現咧，好多時係指到咧背叛盟約嘅，背叛盟約嘅意思吓。因為呢個字咧係指到回報一啲作為、一啲恩待、一啲好處、一啲益處咁解。因為喺呢度係指到神佢打破咗因果報應佢哋嗰個傳統嘅諗法以超出咧人所配得嘅厚恩去對待咧犯罪神得罪神嘅人。詩人喺度提醒自己唔可以輕易咧忘記上帝呢一份嘅厚恩。
去到第三節，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醫治你一切的疾病。喺舊約嘅神學裏邊，同樣亦都係古代近東嘅一啲嘅宗教觀念，罪咧係疾病嘅來源，即係話你有病係因為你有罪。當你個罪得赦免啦，你身體咧自然就得到醫治啦。呢個就係因果報應嘅關係啦。而詩人呢認為經歷咗靈性同埋肉體嘅雙重拯救咧，係神極大嘅恩典。第四節，他救贖你的命脫離地府，以仁愛憐憫為你的冠冕。救贖呢一個字咧，響詩篇第19篇都有提過，喺聖經裏邊咧都講過啦。之前啊，救贖呢個字嘅意思咧，係講緊一個人佢付上代價，去將一個咧陷入絕境、失去自由或者失去產業嘅親人重新買翻嚟，恢復我呢個親人原有嘅身份同埋產業。呢個就係救贖，唔係耶穌基督嗰個救贖啊，兩個唔同嘅理解嘅。詩人佢係強調神同百姓嗰份親密嘅關係同埋嗰份愛嘅深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咧再睇翻之前咧詩篇第19篇我嘅講解影片啊。另外一個字咧就係仁愛啦。嗱，呢個仁愛咧其實即係指慈愛 hesed 啦，係啦，指到咧上帝喺盟約裏邊咧永恆不變嗰份愛。第五節，他用美物使你的生命得以滿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嗱，如鷹返老還童咧，呢個好明顯係一個文學修辭啦，嚇，係指到咧神將百姓嘅罪犯咧塗抹咗啊，即係神將我哋百姓嘅罪咧塗抹咗。嗱，之前我哋都做過呢一個靈修活動啦，係嘛？塗抹咗之後點啊？賜俾我哋有更新嘅生命力嚇，有一個全新嘅生命，就好似咩咧？老麻鷹，原來啲麻鷹咧，佢要咧掹走晒佢自己舊有嘅羽毛，咁過程係好痛啦嚇。但係經歷過呢個痛苦之後，佢長出一個新羽毛咧，佢能夠咧重獲新生咁解嘅嚇。跟住我哋睇下6至第14節，呢度係講到咧百姓出埃及，同埋喺歷史裏邊佢哋點樣去體驗神嘅啊。第6至7節，耶和華施行公義，為所有受欺壓嘅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則，使以色列人曉得他的作為。呢一度係詩人係將呢一份嘅視野由佢個人轉向咧成個以色列民族啊。咁我哋又睇下第8節，耶和華有憐憫，有恩惠，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呢一句經文就大家都好熟噶啦。呢度嘅慈愛就係 hesed 啦。嗱，呢一節經文咧，直接咧係引用咗出埃及記34章6節，神向摩西嘅宣告，當中提到神自己嘅屬性，佢係施憐憫嘅神，係施恩惠嘅神，會耐心等候罪人回轉嘅神。喺呢一度，詩人提醒百姓，你唔可以忘記咧出埃及嗰份嘅恩典啊。去到第9至10節。他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他沒有按我們的罪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呢兩節係表達咗背叛神嘅百姓開始去反思神對佢哋嘅赦罪大恩係有幾深啊。第11到第12節，亦都係咧大家好熟悉嘅吓。天離地有多高，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過犯呢個字係指到咧越過咗神道德嘅界線咁解。詩人以物理嘅空間嘅無限，例如天地有幾高啦，東西距離有幾遠啦，嚟去好具體咁樣去象徵人類無法想象神嘅慈愛 hesed 嘅深度究竟有幾深。我哋一齊嚟睇下咧，第13至第14節啊，父親怎樣憐憫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憫敬畏他的人
啊，憐憫呢一個字咧，原意啊，一個原文嘅呢個字意思其實就係講緊女性嘅子宮啊，或者係講緊一個母腹啊，即係媽媽個肚裏邊。呢度係講緊乜嘢咧？就係話呢一份嘅憐憫咧，唔係上帝對人呢一份嘅憐憫，佢唔係一個咧居高臨下嗰份嘅同情，而係咧係一種咧媽媽馱住 BB 嗰份血肉。血脈相連嗰份嘅感情啊，係指到神咧同人之間係有一份感同身受、牽腸掛肚嗰份嘅愛啊，就好似父母嗰份血脈相連、心腸激動嗰一份嘅痛錫，即係對仔女嗰份痛錫，所以嘅神嘅憐憫係去到咁嘅層次。另外咧，因為他知道我們的本體，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亦都係回應咗詩篇第90篇提到咧，人不過是塵土，係嘛？人嘅生命咧短暫又脆弱。喺呢度咧，我想同大家一齊咧去體驗下第3節同埋第12節提到罪得赦免同埋忘記恩惠嘅一個嘅反思活動喎。咁咧，我想請大家咧暫停呢一條片，去拎一張紙同埋一支筆嚟，然後咧我哋翻嚟，你先至再播翻呢一條片。大家係咪都已經有紙同筆啦？嗱，而家我哋咧先將張紙咧對折，中間咧畫一條線。然之後咧，將張紙打橫咁樣擺。我請大家咧諗一諗，上星期咧有冇一件令你好擔心，又或者咧你認為咧好虧欠神嘅事咧？嗱，如果有嘅話咧，你就喺紙嘅左邊嗰半咧寫低佢，跟住喺紙嘅右邊咧，你又寫低一件不可忘記神嘅恩惠。有冇一件咁嘅事呢？上星期嗱，我俾少少時間大家，而家眯埋眼，有一個安靜嘅時間，諗一諗，有冇好擔心嘅事呢？有冇虧欠神嘅事呢？有冇不可忘記神嘅恩惠嘅事呢？你諗到你就將佢寫低喺張紙度啦。嗱，呢一個係你同神相遇嘅時間。響大家繼續安靜或者寫嘅時候，聽我呢再讀出第12節。東離西有多遠？他使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
相信大家都寫咗啦。咁依家呢，我就請大家將你左邊嗰半頁紙呢撕佢落嚟，係啦，撕佢落嚟。撕完佢之後呢，就喺你嘅手裏邊揸爛佢，揸巢佢，成為一個波，象徵呢呢啲擔心同埋呢啲虧欠呢，都俾神拎走咗啦，拎走咗啦，揸巢佢，抄爛佢，而剩低右邊寫上上帝恩惠嘅字條呢，我哋留返佢，我哋夾響聖經詩篇103篇嗰頁嗰度，作為一個呢讚美神嘅一個嘅記號啊！好，我哋一齊咧，再嚟繼續睇落去啦吓，第15至22節呢度咧，詩人係透過受造界對神嘅永恆讚頌啦吓，佢講到，至於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樣吓，跟住就係經風一吹就歸於無有，最後但耶和華嘅慈愛歸於敬畏他的人，從亙古到永遠啊。詩人呢形容人嘅生命呢好短暫，好似草啦，好似花啦，被風一吹就冇晒啦。同神呢永恆嘅形狀，即係嗰個嘅特性呢，係形成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喺第19到22節，我哋又見到諸軍呢個字。諸軍係咩意思呢？係大家從字面理解都知啦，係指到軍隊。喺舊約聖經裏邊呢，呢個字嘅出現呢，都係指到呢係嗰啲聽候神差遣啦，好威嚴啦，同埋有能力嘅天上萬軍吓。呢個諸軍一出現，其實大家就諗到就係天上嘅天軍啊。咁詩人喺呢度呢，其實就要呼籲天上最強大嘅萬軍。你哋都要咧俯伏喺耶和華嘅寶座面前讚美佢，展示出咧耶和華統管萬有嗰份嘅絕對主權同埋威嚴啊！另外一個字大家要認識咧就係僕役啦。嗱，僕役咧，喺希伯來文裏邊咧，其實就唔係講緊啲妹仔啊吓，佢哋比妹仔啊或者係嗰啲侍從咧再身份高啲，係咩咧？就係企喺君王隔籬。或者係企喺啲貴族隔籬，或者企喺咧祭司身邊，就係呢啲咁樣嘅人物嘅身邊，有一個比較高啲嘅地位嘅貼身嘅侍候嘅侍從官。所以咧，僕役唔係一啲即係層次比較低嘅工人嚇，而係咧係呢啲貼身嘅侍從官。咁當今日我哋諗到侍奉神嘅時候咧，喂，你教會侍奉得開唔開心啊？你會覺得好喜樂啊，定係覺得其實都係一件幾攰同埋咧幾沉重嘅事啊？尤其是我知道即係返早堂服侍嘅弟兄姊妹咧，要好早就要出門起身，係好早起身要出門。大家睇到呢一個圖吓，天上萬軍圍繞神寶座吓，但係咧。經文咧呢度嘅僕役咧，卻係一班咧圍繞喺至高神寶座旁邊，帶着榮耀同埋能力，以做神喜悅嘅事為樂嘅一班尊貴嘅侍從。呢一幅嘅圖畫，唔知道幫唔幫助到你重新去定義你喺教會或你喺職場裏邊嘅服侍或者係侍奉咧？喺第19節係第4卷嘅關鍵經文因為咧呢度咧詩人宣告耶和華作王喺第4卷呢一節裏邊，成卷即係詩篇第4卷書裏邊呢一節係一個咧好關鍵嘅經文，因為宣告耶和華作王。喺呢一度，詩人呼籲天上地下都一同敬拜讚美神。嗱，我哋亦都留意下咧，喺詩篇103篇出現過幾多個凡啊，或者係出現過幾多個一切啊？詩人裏邊用咗好多個凡啦，好多個一切啊。因為咧，詩人咧佢要強調成個受造界都要讚美神。呢一種嘅天地全宇宙一同讚美神嘅畫面，大家有咪有少少熟悉感啊？係啦，就係喺新約
新約嘅啟示錄嗰度5章11到13節再度出現，係嘛？呼應咗咧詩篇第103篇嘅大讚美嘅景象。詩篇103篇對今日嘅我哋都有好多嘅提醒。諗翻過去一個禮拜，大家花最多時間用手機嘅係咩事呢？嗱，相比之下，上一次我哋刻意停低數算主恩，又係咩時候呢？當我哋喺度讀書、工作、打理屋企或者喺教會嘅侍奉上高，我哋係咪都係孭住一份我一定要做到最好嗰一份嘅壓力裏邊呢？搞到我哋成日咧都心神不定啦，或者係瞓得唔好啦。嗱，經文提到神係完全知道我哋作為塵土嘅限制。呢一個嘅信息點樣幫助我哋學習去接納自己嘅有限，學識交託神，喺神嘅慈愛裏邊揾到真正嘅安息呢？嗱，今日嘅社交媒體，我哋可以咧隨時去封鎖或者去 unfriend 嗰啲冒犯我哋嘅人，但係經文裏邊又提到神冇按我哋嘅罪過去報應我哋，仲要以憐憫慈愛去接納我哋。喺我哋嘅人際關係裏邊，有冇一啲人係我哋好想取消佢，或者 unfriend 佢，或者咧係同我哋咧係正係處於一份咧冷戰嘅狀態咧？神對我哋嗰份不輕易發怒嘅慈愛 Hesed，點樣調整我哋對待身邊傷害我哋或者得罪我哋嗰啲人嘅態度咧？親愛嘅弟兄姊妹，我哋雖然呢微小如塵土，卻被呢天父以永恆不變嘅慈愛 Hesed，以及呢好似父母對仔女嗰份肺腑憐憫，天天被眷顧。願我哋都常常數算神嘅恩惠，喺軟弱裏邊仍然仰望神、讚美神。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讓我哋一生敬畏佢，活出讚美嘅生命。喺結束嘅時候，我揀咗詩篇103篇嘅詩歌嚟同大家分享。我鼓勵大家一路睇一路開聲唱，之後安靜向神祈禱，將呢一篇詩嘅內容深化，響呢個星期慢慢細嚼。我哋下星期再見啦！我的心裡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你治病復原，我的心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恩惠，他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為受屈的人伸冤。天與地有何等
懂你心